那有的看到很多新面孔哈，是我们外地的朋友青年回来了哈。那其实也有一些我们在地的弟兄姐妹，他家乡是在别县市，所以换他们离开，所以春节前后会有一种交流哈，很有意思，很感谢主。那在今天呢，我们一起要分享主的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恩典，从岁首到年终，我们都亲自经历到你的赐福、你的保守、你的大能。当我们与主越走越近的时候，我们就越知道你的大能都在我们当中，你的同在也一直陪伴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献上感恩，也为新的一年来献上祷告，求你亲自保守跟带领我们人生的脚步。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走的道路是非常的安稳，也非常的确信。我们要用主的话语来互相学习，求你带领我们下来时间。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蒙上帝喜悦的敬拜呢，我们刚刚读了那一段蛮经典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19到26节。那我们对这段故事不止它有戏剧性，而且蛮有故事性，而且那个情节的变化起伏很大。很多圣经学者呢会做非常透彻的一个研究啊。不过今天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引题啦，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我们要讲这个主题的一个开始。那这段经文等一下我们会再一起学习，我们一起邀弟兄姐妹进入这个标杆人生的凌晨研读计划，是我们觉得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在楼下大楼的1楼有5个标杆哈，我们教会的一个目标，它就是完整的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导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得到非常清楚的人生的一个方向概念，就是怎么样来活出标杆的人生，来活出上帝的恩典，活出上帝给在我们身上所显示的目的所以这本书呢，很多特别是我们各小组都有在阅读了哈。我们也鼓励年轻人我们的提摩太牧区也能够用特别的一个节目来安排，尤其更年轻的时候来读这本书，会得到更完整的人生的规划。那感谢主，我们在这段经文的一个整理当中学习到3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得到一个学习首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背景让我们产生好奇。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位很渴望爱情，但是却失去了众人的关爱的妇人。她心中也许有很多很多人生的期待，或也许人生的脚步并不一定那么的顺畅。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耶稣直接点出他的背景，他说：你曾经有5个丈夫，现在跟你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话是对的。我想在古代犹太人的社会，或是撒玛利亚的这个社会，那随便交男朋友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说她是嫁了丈夫，丈夫过世了，她再嫁了5个也不算。那我们唯一能够解释的是，也许她的行业可能是不是很名誉的行业。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在回避众人的眼光，当时为了要生活必须要有水，当时不像现在有那么好的一个设施，所以必须要去井打水。那从她的行为，从她在正中午的时候来打水，我们大概知道她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一个姐妹。不过对她的背景的分析，其实都有可能的角度了。问题是，她跟主耶稣讲话从她的身份背景一谈到最后是变成在敬拜，哇，那个落差好大，对不对到底为什么会谈到这边呢？有人说，也许这个妇女她为了要转移话题你要跟我讲那个
那我的身份背景，我觉得不是我喜欢谈的，我的隐私，你干嘛谈我的事？我就跟你直接讲信仰的事情。啊，这一个转移话题的方法哈。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位姐妹呢，尽管她可能身份上是被质疑的，她的角色也被别人觉得有一点不是那么的赞同，但是呢，她也能跟耶稣谈信仰，对不对？她跟耶稣谈的话题，他就谈到说，我们撒玛利亚人在这个山上敬拜上帝，你们却说是在耶路撒冷。他竟然能够讨论到那么深刻的一个敬拜、一个信仰、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核心，那表示说，这个妇女呢，虽然她的身份是被质疑的，不过她毕竟就是一个在当时是敬畏神的一位姐妹啊。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耶稣会转移她的话题？耶稣会改变她的一个想法呢？我们看见他遇见了主耶稣。约翰福音4章讲到第6节说，雅各井就在那里，因为耶稣因为赶路疲倦了，他一方面要求那个学生呢到那个市集里面买吃的，因为在外地嘛，那他就坐在井旁。古代在旅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哈。现在我们台湾到处旅游，什么东西都有 ，7 什么地方都看得到，山上也有牧师的故乡小岛也有，你都不会饿到，喝冷的喝热的都吃热的都有。但是那个时候不是那么简单，那就在中午休息的时候，竟然有人趁太阳那么热的时候，竟然有人来打水，就是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那耶稣呢，他也很客气跟他讲说，请给我一点水喝。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礼貌的话，很平常的话，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境有2个门槛。第一个门槛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人平常就是不相往来的，那个时候的种族的歧视超乎我们现在的想象，对不对？那一种看不起另外一个民族，那是很普遍在那个时代。那第二种更直接了，一个陌生的男人怎么可以跟一个女生讲话呢？你就看到现在的连中东很多回教的国家，现在女生都还蒙着帕子，你就知道说那样的隔阂是有多大。不过这一句话触动了这个姐妹，然后就有了我们刚讲的这些对话。那耶稣改变了这位姐妹她的动机，她的谈话，因为耶稣爱她。不管他的背景如何，他只是点出你不用隐瞒呐，我就是爱你这位真实的你。只要在主的面前愿意坦诚自己，你就有得恩典的时刻。所以耶稣爱他，是给他活水。约翰福音4章13节这样说：耶稣回答，喝了这水的人还会再渴，但是谁喝了我所给的水，就永远不再渴。他已经把整个在中东缺水那一种氛围已经提升到整个生命的层次了，所以也把这一位原来看来是大家不欢迎的姐妹妇女，她竟能提升到一个属灵的层次，因为耶稣爱任何一个人，即使平常人的眼光看她就不理她的这位姐妹，耶稣仍然爱她。所以后来会谈到敬拜，我就觉得很有趣哈。应该如果耶稣要谈敬拜信仰的事，应该去找祭司谈啊，对不对？要不然就去讨那个管会堂的啊，要不就谈文士那些人很多啊，要谈可以谈好久，谈到好多篇啊。但是他就直接进入到这个姐妹生命的核心，就好像他一生可能很多坎坷，有很多的追求，但是就像他要取水一样，水完了还要再取一次。而且喝了会再渴，那是不是表示生命的一个干渴了？但是耶稣说，你的生命要改变，你的生命要跟我连结，你才能喝到这个永不再渴的水。那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这位姐妹她可能对信仰的仪式也很熟悉耶，
但他跟主耶稣讲的时候，耶稣就提升到他说：“你这个人要敬拜神，不是外表的仪式，而是你生命的改变。你的生命来让神喜悦，那你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他说：“我给的水要在那里面成为泉源，不断的涌出活水，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那这是何等大的应许！耶稣不是说：“哎，我要先看你的身份，我要看你到底做礼拜做几次。”或是说你的行为举止哇都要达到标准，我才给你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耶稣最关心的那些弱势者，那些边缘人，那些被淘汰的人，是因为那些人已经先被一般世俗的眼光钉过十字架，被排斥到了，所以耶稣特别关心这一群人。所以经过跟耶稣的谈话之后，这位妇女她改变她的心意了，她人生的目标改变了。虽然她的出身、她的背景不是人人称羡的，但是她知道她要做什么。所以妇人她就转移她人生的目的，她关心为蒙上帝喜悦而活，就是从转而这个角度。约翰福音4章25节这样说：“女人对他说，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就会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很坦白的跟这位妇女说，这个敬拜不在撒玛利亚的山上，也不会在耶路撒冷，这敬拜直接跟你个人有关，跟你的生命有关，跟你的整个心思维有关，就是用真诚跟诚实来敬拜。所以主耶稣在这一段话里面，把整个敬拜的核心点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为了要讨上帝而死，讨上帝喜悦，这个事情从耶稣跟妇女的谈话就可以讲得出来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刚刚有一个非常热情的敬拜，我看到大家拍手啦、举手啦，唱得很激昂的诗歌哈，感觉上心中非常的火热，那是非常棒的敬拜。但请记得，我们蒙上帝喜悦的敬拜，不在乎传统，不在乎传统，也不在乎时空，也不在乎仪式。我要再重复一下，这位姐妹她会提到敬拜在撒玛利亚，敬拜在耶路撒冷，表示这个妇女她不是对敬拜神陌生的，好像是一个慕道，也不是。她也许对这些都很熟悉。那这样在提醒我们什么呢？一位不被喜爱的姐妹，她也可以敬拜神啊。但是只看外表的诗歌，只看外表的这些仪式形式，或是我们教会有什么传统，我们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那这个就是敬拜吗？我们说那是敬拜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也不是哪一个敬拜才是神喜悦，那什么敬拜神不喜悦。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这样子讲啦。我们在乡下做礼拜的时候，早期牧师的前一辈那个时候教会没有人会弹琴了，所以当时的神学生要先学风琴，用手踏那种风琴。你是要起个音啊，让会友会唱歌啊。那不然呢，有一段时间牧师要学吉他，因为有个音让会友跟着唱。那最简单就是口头领唱。在乡下的聚会也没有圣歌队，乡下的礼拜会有唱歌你听起来会觉得说，好像音不大准。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老长老，他的声音很洪亮，但是他每次唱诗歌有时候唱得比人家快，有时候唱得比人家慢，他就感觉说这个什么有杂音在搅扰的感觉了。那我们要讲说，我们教会各方面的音乐人才都很齐全呢，我们的每一次敬拜都大家很准备的很好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敬拜就神喜悦，那这个乡下没有音乐人才的人就不喜悦吗？你会发现说，这个也许是有关系，但不是全部。
关系全部是在主耶稣所讲的那句话：你来敬拜，到底有没有将你的真诚、你的诚心、你的诚实来敬拜？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敬拜呢？我们要一起来谈论这个问题。第一个，讨上帝喜悦，记住哦，让上帝喜悦就是敬拜，让上帝喜悦就是敬拜的核心。所以，敬拜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好了，那表示说，我们的礼拜有形的是从敬拜赞美开始，到牧师祝祷结束再见，那这是有形的敬拜，是敬拜程序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是因为你的整个生命、整个生活的形式都是敬拜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你做任何一件讨上帝喜悦的事，记得哦。你做的事情，觉得这件事情是上帝所喜欢的，你就是已经在做敬拜了。也许完全没有讲出任何一句话说上帝啊，我敬拜你，但是你做了上帝所喜欢的事。所以上帝希望你享受生命，而不是忍受生命。换句话说，你把你的生命的光辉、精彩，把你生命的品质完全发挥出来，你就是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敬拜神。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为什么大自然就是一个美好的诗篇呢？大自然就是一个美好的敬拜呢？你到海边看到那个海浪澎湃，哇，在山上那个云飘过来，那个凉风吹过来，云雾缭绕，完全不是人为的事啊。但是你会说这个大自然充分的在敬拜神，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创造极致的发挥出来了。但是你不会跑去这个以前我们台湾比较多了，就是那个垃圾坑，对不对？或是跑到一个完全被破坏这个水土保持山崩的地方说感谢神啊，这个是美好的敬拜，你会这样说吗？因为那个部分可能是人为的破坏，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自然的伤害。所以呢，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活得更精彩、更喜乐、更平安，就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的神他有感情，所以呢，对我们每一件事情他都关心，只是你没感受到，但神一直在关心着你。我们听到圣经里面这样子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对不对？在为你祷告，只是你自己感觉不到。就像你妈妈天天为你祷告，你的父母亲关心你，你在外面玩得更快乐的时候，根本没想到父母亲。但你记得父母亲一直在关心着你啊。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第二个，谈到刚刚我们敬拜的一个非常喜乐，无论是敬拜赞美团或者我们圣歌队，哇，都有美好的诗歌。但记得，敬拜绝对不仅仅是音乐。你就说把音乐代替所有的敬拜，那以前还没有音乐之前就已经有敬拜啦。我们知道圣经创世纪的时候有提到说，到后来才有人就是发明了音乐器啊。那以前在那个伊甸园，亚当夏娃怎么敬拜神？他也没有敬拜团，也没有诗歌。所以呢，敬拜是人的文化发展出来的，敬拜仪式、诗歌是人的一个跟在地的习俗、音乐慢慢整理出来的。所以我们原先早期我们都从欧洲了这些已经发展很成熟的基督教国家，我们的圣诗每一首都是经典。但是慢慢我们发现说，大洋洲、澳洲、原住民、非洲、南美洲，他们的教会也在敬拜神啊，他们的唱的诗歌有一段不一样好像也不是四部合唱的，也好像那个和谐的音好像不怪怪的，但是我们现在都把它收进新圣诗里面。换句话说，敬拜跟一首歌的格调、音量或速度无关。我们在台湾，也许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唱得非常淋漓尽致，但是外国人来听说，这首歌听不出味道，那你就觉得说他会嫌我们唱的歌不好吗？也不会啊。但是我们到原住民的地方，我们到非洲他们打鼓啦、敲锣啦，还有在那边跳舞啦、舞动身体啦，你会觉得说这个不三不四的，不会吧？因为他们真正的投入了他们的感情。感谢主。还有一点，
我们敬拜呢，常常用一种个别的角度的立场在评论，所以敬拜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人常会评论的哈，我们常会检讨说，有时候有的基督徒呢到教会做礼拜，就把它当成一个消费者。因为人说啊，这个教会呢，他们的招待好不好？我们的第2堂礼拜都有一群可爱的年轻人在那边做招待，你会很高兴说啊，很可爱，甚至会给他们摸一下，说啊，好可爱年轻人啊，谢谢你。你会喜欢，对不对？啊，我们的敬拜流程你会觉得不错。但是有人会觉得用批判的角度说啊，这招待不够热诚啊，诗歌啊，有人棒跑啦做礼拜啊，那个热度不够了，好像就变成一种评论，参加演唱会在评论一样。其实真的这一点我们是很容易陷入到里面，但是提醒我们，敬拜的动机是为了荣耀神。如果你站在一个角度批判说啊，这个礼拜好像不够热忱，那个礼拜音乐不好，其实你已经脱离了那个敬拜的层次，你变成一个欣赏者、消费者、一个批判者了。那你怎么荣耀神呢？你站在旁边批评就是荣耀神吗？礼拜是为了荣耀神的，所以你融入到里面，你让这个音乐更美，你让这个声音更洪亮，你让这个礼拜更虔诚，你加入其中，那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礼拜的程序当中一个都不可少。如果你的心不在这里，那你这一个礼拜就有一点瑕疵了，因为神会说你们当中有人根本不在意嘛。所以呢，常会讲说这个礼拜我很喜欢，这个礼拜我不喜欢，这个很讨厌，很无聊。当你讲到这边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脱离了荣耀神的一个角度。那不然你就自己一个敬拜啦。你觉得你最会敬拜，你就跑到一个地方单独敬拜了。很多人为什么不想来做礼拜？不是这个礼拜不好，是因为他自己的心态已经变成一种孤独的、一种自我的、一种消费者、一种批判的角度了。所以呢，敬拜的目标是讨上帝的开心，而不是让你开心。你开心了，你就觉得上帝也开心吗？不对吧？是因为你做了让上帝开心，那才重要。所以很多人愿意服侍，他多做了一点事情，他觉得这样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敬拜赞美团，他们就想说，我怎么样带领，让你也愿意跟我一起同心合唱。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呢，敬拜传统不能触动上帝的心。因为各地传统都不一样啊，重点是热诚跟尾声。这个敬拜里面的人，他热诚有尾声，所以呢，在乡下没有琴，也没有圣歌队，唱的诗歌哩哩啦啦，声音不整齐，但是他们的心是热诚的，那是神喜悦的礼拜。感谢主，以赛亚书29章13节这样主说。这人民认为他们在敬拜我，他们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对我的敬拜只是人间的一些规条传统，熟读背诵而已。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了。他有一点在讲说，前面这段话是你们的礼拜仪式精致的不得了，敬拜团或是你们的圣歌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但是你们里面的人的心根本不在上帝啊。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训练敬拜团的时候，会提醒每一位成员，记得你不是主角，你不是敬拜团，你不是主角，上帝才是主角。你能够带领弟兄姐妹对神的敬畏，或是对神的感恩，或是对神的赞美，但是你的身份被掩饰掉，那才是真正的。所以呢，有些敬拜团，他们开始在培训的时候，有时候灵修、读经、敬虔的时候，比练习那个技巧还多。我们常常会在很多特别最近这20-20年来很流行教会都习惯用敬拜赞美，哇，打鼓啦、跳啦、唱啦，哇，很精彩哈。
那有时候我们常会误会说，哎，到底是参加演唱会呢，还是在敬拜神，对不对？所以无论是耶稣亚这个团，或是赞美之泉，他们常常在提醒自己，请记得你敬拜神，而不是在听我们演唱。感谢主，我们很多人都很理解这一点，但是要时时自我提醒，因为当我们心远离主的时候，你的仪式再怎么样的热切，你的念的经文再怎么熟悉，但是心却远离主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4项，我们的敬拜就是整个生命，整个生命的全部就是敬拜，而不是指这1个多小时的一个礼拜仪式而已。所以我们怎么样觉得我们一直在敬拜神呢？就是你每一件事情，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主耶稣来做的，而且你在做事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我意识到他的同在。所以真正的敬拜就是爱上主耶稣了，意思就是这样子。你爱的主耶稣，你的做的任何事情，你会想到耶稣，你会想到耶稣爱我这么做，你会想到耶稣喜欢这样子，耶稣关心这一个，耶稣希望我主持公义。我想每一个年轻人外出的时候，当然不会天天想父母亲的。我们常常讲笑话说，当父母亲接到孩子的电话的时候，是因为怎样没钱了才打过来。但是我相信呢，每一个做子女，你有孝心的，你会这样想说：哎，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我今天去完成某一种事情，我觉得父母亲对我的期待是什么？我做了，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很欣慰？还是觉得说，哎呀，孩子啊，不要做这种事啦，这种伤身体的事不要啦，交这种朋友不要啦，啊，做这种事情风险很大，不要啦。你会想到说，我做了会不会让爸爸妈妈操心？你一定会这种思考。那其实我们在对神也是这样子。你觉得你做的事情神喜欢吗？神爱你这样做吗？所以我们最要讨论的就是什么事情是让上帝所喜悦的。讨上帝的喜欢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你让上帝喜欢，就是在敬拜。所以首要的工作就是你去发掘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从你的身份，从你的技巧，从你的能力，你的生命，你怎么样达到这个让上帝喜爱的目标？所以呢，上帝很喜欢你跟他建立关系。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以为说好像上帝用那种超级的那个监视器在监视你，哎呀，做不了事情，你不要这么做。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可能比活在中国更累。你要说啊，上帝爱我，让我做错了事情，他也会体贴我，让我重新站起来，而不是说神啊，你不要看我，我做事情才会喜欢，不是。感谢主，在挪亚的时代，上帝借着挪亚这个人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会得上帝所喜欢。挪亚的时代，人的世界道德败坏，还好有挪亚，他是一位讨上帝喜悦的人。所以上帝在想要灭绝整个人类的社会的时候，就选了挪亚，因为挪亚蒙上帝喜悦。我们真的要感谢呢，要不然的话，上帝如果说心一横，说啊，人类就消失掉了，连挪亚不要，那我们现在就没有人类了。感谢主，他留了挪亚这一家，我们才有继续存活的在这个世界。那怎么样会众人当中挪亚被拣选呢？有这5项是挪亚让上帝喜悦的敬拜。第一个，全心爱主，你爱神就是敬拜神，就是让神所喜悦。上帝深深爱着你，便渴望你的回应，又期待你来认识他。感谢主，是因为在众人都败坏的时候，还有挪亚爱上帝，全心爱他，什么事情都要求告上帝的意思。第二个，挪亚全心信靠上帝，上帝喜欢。当我们全心信靠的时候，信任上帝，信任他知道什么是对你人生最好，就是说把我人生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就像孩子，我们在幼小的时候，我们对父母亲完全的信任，
所以父母亲抱你起来，父母亲带你出门，你都甘心乐意。尤其在嘈杂的环境，你竟然可以在父母亲的怀抱里面睡得非常的甜。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有父母亲可以依靠，你就安心了。其实我们对父母亲的态度，其实跟神的关系有类似了。当我们全心的依靠说，神啊，你爱我，所以我所做的抉择，只要是依照着你的意思，我就是一个最美好的决定。我们有没有办法走到这个地步？挪亚被上帝所呼召，不是一件他平常经验过的事。他说：“你到山上去，你要开始准备很多很多的木材，要干嘛？”挪亚也没有问得很详细，那只是全心的信靠上帝要这么做，有他的意思。所以完全信靠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信任他知道什么对你的人生最好。我们人有时候会好像人生从头来了，我们觉得好像人生走了撞墙了，我们有时候觉得走了人生的道路好像走偏了。那时候你才求告神说：“上帝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你要我做的？”你已经走一半了才问神啊。你应该是在开始做之前说：“神啊，这个是不是你所喜悦的？是不是你要我做的？”所以呢，神不会批评你幼稚，也不会批评你说你没能力。神只要你信靠他。好，所以当我们全心全意遵从他的时候，上帝就喜欢遵从顺服，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再看看挪亚他怎么顺服啊？上帝说：“你在这个山上，在高山上来造一条船。这条船按照我的尺寸，按照我的规格，按照我的蓝图。”我们平常人就问了，说：“上帝啊，你是不是讲错了？那你是不是头昏了？为什么要到我山上造船呢？要么就造海边，不是很好吗？我们现在的造船技术非常发达，但是还是一个船屋啊，对不对？有一个船屋，你要造船，然后造船厂，你要让它能够下水啊。那在山上，你船根本不能动，怎么办？感谢主，我们的挪亚他完全顺服。那这个不，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不是简单的事，随便讲一讲就可以了。所以有一句话说：“立即的顺服比毕生研读圣经，让你更深认识神。”或者说，只是知识上的累积，不会让你感觉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但是你一旦走入这条路，当耶稣说：“彼得，你从船上下来，走过来。”当他仰望耶稣的时候，走得很好。当他想到说：“我是一个渔夫嘞，这个水很深的，怎么办？”当他想到自己的时候，就沉下去。所以，立即的顺服比毕生研读圣经更容易认识神。换句话说，你不要批评或是耻笑一个不认识字的阿嬷，或是一个在山上砍柴的，或是在做农的，他根本不会唱圣诗，他不会读圣经。你说他对你，他认识神比你浅吗？不一定他的生命当中，他亲自经历神，顺服神，比我们一大堆理论、一大堆知识，然后神要你做，你什么都不做，因为你辩论的比遵从还多。所以呢，我们常会讲一句话说：除非遵行命令，你命令一遵行，你才会明白它的意义。我们常常以前比较多了，就是在学技艺的时候，你会拜一个师傅来教你。当然现在也有了，比如说你去参加烹饪，你参加做面包，或是你剪发，很多技艺都是要老师教你啊。有时候师傅他不会跟你讲那么多，就说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如果说你是一个很会挑剔的人，说这干嘛做这个你技艺教我就好了。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不要做，这个没有用。当你说好，我这样子做，原来人家师傅有他的蓝图，让你一步一步走上一个最棒的一个师傅的脚步。你要后来你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比如说烹饪师啦，或是一个理发师啦，或是一个美发师啦，或是什么样的技艺都好，你发现原来当初为什么我的师傅要求我这样子做。
记得，除非遵行命令，你才会明白它的意义。你不遵行，你根本不晓得为什么神要让你这么做。甚至部分的遵行都不是等于不遵从，你只选择你要的，其他不要都不算是遵从。那你看这样是多么需要一种委身啊，跟对神的信任，还有我们对上帝的感恩、赞美、感谢，就是让上帝所喜悦的。我们知道礼拜、敬拜是双向的。如果说你纯粹是唱一首诗歌，唱的没什么感情，但是你觉得说啊，这首诗歌在唱神的伟大，唱神的恩典，唱神的祝福，唱神的救赎，你一跟你的生命连接的时候，你唱这首诗歌才有生命，对不对？不是因为你的歌声有多好，或是你的乐器有多棒，是因为你对神完全的臣服。所以，当我们向上帝表达我们的欣喜跟享受时，便带给他喜欢。上帝很喜欢你从心里面唱出对他的感恩。所以，一方面我们唱给神喜悦，我们自己也喜乐。各位年轻朋友在外地已经很久了，这次回来度假啊，春节回来，我相信妈妈最喜欢的，因为看到你回来她整个精神都百倍了啊！她整理房间啊，她煮了好多好吃的年菜啦。当然，我们在春节的时候团圆，妈妈最高兴的是看到子女津津有味的享受自己所精心准备的年菜，尤其子女的赞美声，哇，这是会让他最好的兴奋剂啊！他觉得说，哇，我做的很有价值。我记得谢牧师呢，他妈妈还在的时候呢，每一年大家兄弟姐妹都外地嘛，前几天要回来的时候，哇，剩下前面那2天天气好，有太阳，哇，就晒棉被啦，什么一大堆，整理的干干净净的。现在身体已经很年老了，身体体力不好了，但是还是做得很高兴。尤其煮了很多小孩子喜欢吃的口味，看到他们吃的津津有味，心中充满了喜乐。那几天都不会累精神都很好。其实你加上赞美，会让父母亲感到哇，做了一切都值得。其实上帝的心情也是这样子。当你凡事谢恩的时候，凡事赞美的时候，你发现说真的是神喜悦，你也高兴。我昨天呢，我们的青少年的提摩太牧区有请我们的龚医师还有我们邱怡校长的二女儿来分享他们去尼泊尔宣教的故事。我就听到很感触很深啊。所以尼泊尔那边是收入很低很多人都是在贫穷的界限当中，孩子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营养，或是很多很好的设备。但是有一些小朋友已经信耶稣了，所以当这些短宣队给他们服务的时候，凡事开口就是感谢神，感谢主。虽然什么都很缺，但是还是感谢主。我们发现说，他们从心里面觉得有就是感谢，很容易满足。但当你的需求那么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都不够，跟人家比较也输人家。我家的东西还比别人家差，哇，什么事情都不足，你就没有感恩的心了。所以我们对父母亲的感恩，我们对上帝的感恩，同样这样的意识，因为神喜爱我们赞美感谢。最后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的时候，就是你赞美神的时候，就是你敬拜神的时候，就是让上帝喜悦的时候。因为上帝很乐意查看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部分，不是说我已经成熟了，就好像说你从1年级开始读还不熟，他不会说你要像6年级那么好，或是像大学毕业那么好。他喜悦你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成长努力的过程。除了犯罪，除了做违背神的事，我们只要存着赞美上帝的态度去做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喜悦的。各位弟兄姐妹，上帝不会等待我们变得成熟了才喜欢我们。就像一颗水果，从开始花开了，然后慢慢结果，你不会觉得说这个果子这么难吃啊，
有什么好吃的？你会说啊，这个将来会结出一个非常甜蜜的果实。神也是这样在看待你，所以他喜爱你享受属灵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所以记得我们的努力的过程是神所喜悦的，不是一触可成，但是你愿意被神的爱所遮盖。所以记得你身上的任何才能，你任何的才艺或是你的专业发挥的淋漓尽致，发挥你最棒的恩赐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敬拜上帝的时候。也许你口中没有讲出一句任何感谢的话，你是个医生救了一个人，你是一个设计师设计出非常棒的一个物件或是一间房子啊，你是一个律师，为了一个不公义的事情，你发挥了你的才能，让这件事情平缓了。或是你做一个烹饪的，你是做什么样的行业，把你最棒的发挥的出来，你就是在敬拜神。有个故事，也许我们年纪大一点比较熟了哈，就在好多年前一部电影叫做《火战车》啊，这个电影的主角呢的故事很精彩啊，这是他参加比赛的一个照片哈，他是一个100公尺的短跑选手，然后这一个火战车的主角叫做艾瑞克·里德哈。Henry Liddell 这一位，他是1902年到1945年，他勇夺了1924年法国巴黎奥运的男子400公尺的赛跑金牌。那这个故事精彩是在哪里呢？他原先是专攻100公尺的，不过当他报名了，因为当时他的记录大概是稳拿冠军的，所以英国人都很期待说：“哎呀，我们这个艾瑞克·里德能够得到冠军。”没想到他一看到赛程表，发现说100公尺决赛是在礼拜天。他因为从他的信仰，他觉得我礼拜天只要做敬拜的事，不做其他的事。他竟然给他们的那个奥运代表队说：“我不参加100公尺。”他们觉得气死了，说：“我培养你那么好，还难得可能得冠军，你竟然不要。”他说：“对不起，因为违背我的信仰。”啊，这个电影很精彩，就是他后来说。那我改跑400好了，因为那个400不是在礼拜天比赛。哇，那些专业的那个教练说：“你说笑啊，这个张力那么大的运动，你怎么可能100突然间跑400？你怎么配速？你们保持你的体力，都是一件很大的学问呢，至少要很久的时间练习啊。”那他说决心要报名400跟200，果然他到最后呢。他400公尺也得冠军，那200的得铜牌。那这个艾瑞克·里德呢，他为了讨上帝的喜悦，他甘愿放弃那个原先可以容易得冠军的100公尺，但他的信仰得到全英国的尊敬。更让人家感动的是，这位里德呢，他的爸爸是宣教士，所以他当完成了这一个冠军以后，他就决心来中国的山东那边当宣教士。刚好那个时候就是中日战争的时候，后来他因为是英国是跟日本是敌对的国家嘛，所以在中国呢，山东就被抓进集中营，钻进那个战俘营里面。没想到他就在刚好快那个2次大战要结束，日本要投降之前，他因为脑瘤生病，就在这边过世了。但他的故事呢，被人家一直传颂着，后来还拍成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在当时呢，还得过那个奥斯卡最佳的金像奖。他讲了几句话，让我们觉得，一个运动员他怎么荣耀神呢？当他改跑400公尺的，他这样说：“我尽力跑前面的200公尺，那个是他体能最能够发挥的时候，但是最后面那200就不是他体能够应付的。他说是神的帮助之下，我跑得更快。因为他的信仰，他说我跑得更快，所以后面的体力跟精神意志都是靠神的帮助。”艾瑞克·里德说：“我相信上帝造我有一个目的，但是他也使我跑得快。意思是说，我的才能是跑步，所以当我跑步的时候，我都感到上帝的欢喜。
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从这样去想象发挥说，当你一件才艺、你的才能、你的专业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时候，你有感受到上帝也这样喜悦的看着你吗？我们做父母亲的都很喜欢看小孩子表演，对不对？我们在幼稚园的时候，一大堆小朋友在那边表演，看起来动作也不整齐，唱的诗歌也不是那么的好听，但是妈妈看得好陶醉，说我的孩子怎么那么棒？其实上帝在看你就是这样子，只要你尽情的发挥，你努力的表达，把你的才能发挥出来，就是敬拜神最好的。所以我们讲到这边，你就发现说，做礼拜、敬拜神，不是限缩在这个有形的敬拜仪式，而是你整个生命都完全涵盖在敬拜的当中，每一个细节，一天24小时。所以彼得说，放弃跑步就是藐视上帝。你有没有把你的才能掩盖起来？你有没有在教会里面，你的恩赐可以发挥出来，但是你觉得说啊，不想？你把恩赐隐藏起来，其实就是让上帝的才能，让在你身上的才能被掩藏了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讲这一句话说，从来没有不属灵的恩赐，只有被误用的恩赐。你恩赐被误用了，那才是不好，而不是不属灵。一个农夫把一个田犁得非常的漂亮，那就是恩赐啊。种出美好的花果、蔬果也是恩赐。所以上帝喜欢我们享受他所有的创造。感谢主，我们借着这样的学习，一起来感受到神在我们当中。你就发现说，也许你的唱歌五音不全，也许你读圣经读得不是很顺，但是你生命跟神连接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敬拜者。你在你专业发挥到在顶尖的时候，发挥的很卓越的时候，发挥让人家觉得很敬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敬拜者。感谢神，让我们发现敬拜的范畴是多么的宽广。上帝今天他也在寻找像挪亚这样的人，愿意讨上帝喜悦。让我们决心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因为神喜悦这样的人敬拜他。